来看一个较新鲜的这个新闻，最近有一张相片伫网络顶面咧传来传去，这是一只台湾山猴坐伫办公桌仔前，顶面佫写讲国立的中山大学某一间办公室新请的工读生，好真的网友爱笑。中山大学表示讲，当时这只山猴是为了要找物件，走入去伫这茶山边工学院的办公室，伫办公室桌仔头前伫遐找物件要食，当时和行政人员发现了后，用手机翕到这张相片。 一只狗坐伫咧办公桌仔头前，头亲像咧办公。这张相片最近伫咧网络一直传，大家拢讲龙休寒，有狗认真咧上班，有人趣味讲狗拢伫咧上班啊，家己搁伫咧做普龙工。这只红笑讲是临时工的高山啊，出现所在就伫咧高雄中山大学工学院的办公室。校校讲，这只狗应该是腹肚枵，才会来这找食。就是同仁出去的时候门没带上。 所以猴子就回来坐在它位置，它其实是在翻箱倒柜找食物，它找不到它就会离开，也不会伤人。感觉在办，就真的像在办公。我们都会说什么，他就请他来当工读生这样，我们就不用来，或请他来帮我们点名、上课之类的。 有狗伫咧中山大学落落踅，大家拢感觉无啥，因为因拢是为着要找物件食。即摆走回来办公室，互翕到这张新式的相片。好好惊狗走回来，特别请厂商设计防狗的网仔门，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和平甲因斗阵。